我係 Jasper，係 PolyU Computer Science Year 3學生。我曾經喺 Thread 度發過一篇文，講緊中三 VTC 嘅真正用法。雖然我本人就未讀過中三 VTC，但係點解我會咁講？聽完我嘅故事就會明白。我係經由 non-JUPAS Senior Entry 入嘅。每間大學 Senior Entry 嘅要求咧都可以網上揾到，通常都係持有認可機構頒發嘅高級文憑或副學士學位，亦即係教育局嘅資歷架構 Level 4。當然成績係要有一定要求，就好似呢度嘅 CGPA 大於等於 3.5， 但唔係達到 3.5 就一定有 offer。我哋可以去 non-JUPAS 資訊台睇下有關資訊同過往派位或者面試記錄。雖然資料都係同學自己提供，但不妨當作一個參考，亦都可以去佢哋嘅 Telegram 群組睇收到 offer 嘅同學嘅 CGPA 同各種資訊。除此之外，仲要達到英文要求。如果達唔到英文要求，好多時候連面試機會都冇。不過，就算 DSE 英文冇3都唔使怕，通常我哋會考 IELTS 或者 TOEFL。我係靠住 CGPA 4.2去申請 non-JUPAS。我最先申請係 PolyU 同 UST， 之後就係 ConU 同 CTU， 最後就係保底 MU。點解冇 CHK？ 因為 CHK 有中文要求 ，DSE 中文要有3，而我 DSE 係全科0分，係靠 DYJ 畢業升上 high dip，所以中文只同於有2。我中3嘅時候，因為某啲原因所以 quit 咗。嗰時我申請過 VTC 同埋轉後讀中4，喺兩者之間，我揀咗讀中4。不過我返到12月就 quit 咗，因為我嗰陣時覺得傳統學校真係好攰，而且學嘅嘢唔知有咩用。於是我就去研究新嘅道路。亦都因為我嗰陣時候冇揀到 VTC，所以我最先係研究 VTC 嘅升學路線，中3同埋中6。兩條升學路線都會見到3個階段：文憑升高級文憑，再升學士學位。高級文憑係升大學嘅必經之路，無論係中3定中6。而升高級文憑嘅路有好多，基本上都係乜乜文憑，但係兩條路都係可以由職專文憑升上高級文憑，再駁上大學學士學位。於是我就開始研究中3同中6嘅職專文憑，發現只係修讀期嘅分別，1年同埋3年。以 IT 科目為例，中3要修讀3年，入學條件為完成中3或同等學歷，完成學業就符合高級文憑入學條件。中3畢業生學費為0，課程學咩都可以睇到。同樣以 IT 科目為例，中6只需要修讀1年，入學條件為完成中6或同等學歷，完成學業就符合高級文憑入學條件。不過今次就要俾學費啦。課程學咩都可以睇到。3年定係1年？我梗係揀1年。但係點樣完成中6呢？當時我睇咗 DSE 嘅報考資格啦，自修生要19歲，但係我當時得15歲，所以只好揀一間私立學校讀中6。當時我揀咗崇正中學，然後用中3成績表報讀中6。對我嚟講，中6同 DSE 只不過係走個過場，結果就係 DSE 全科 U。當時我仲未知自己想讀咩，但係我揀咗讀 BTEC 嘅 International Level 3 in Business。喺3個月內交幾篇 essay 之後，就可以升上 BTEC 嘅 Level 5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in Business。不過正如人哋所講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只係對應翻香港嘅 Level 4，Level 3喺香港實在冇乜用，要完成 HND 先有啲用。嗰時讀 HND 真係好攰，寫一篇2000幾字嘅 essay。已經用咗成個禮拜，嗰時冇 AI， 唯有逐隻字翻譯，仲要讀成30個單元，平均每個月要2篇 essay。我堅持咗3個月就 quit 咗，然後我就喺屋企做廢青，直到2022年，我報讀咗 HKCT 嘅 DYJ， 修讀1年，畢業相當於 DSE 5科2，然後直升上去 HKCT 嘅 High Dip。我揀 HKCT 係因為 HKCT CS 咧只需要讀19科，而且每科都係實際應用，冇啲奇怪科目拉低 GPA， 返學完全唔覺得無聊，仲可以同其他人一齊討論，將份 project 變得更完美。計 grade 方法都係睇作品，大部分科目都係冇考試，不過都難免有啲科目要考試，但係基本上考試都允許帶一張 A4 size 嘅 cheat sheet，就算英文差都完全冇壓力，所以我
曾經有人話行呢條路係好辛苦，要自律性好強，應付嘅嘢仲多咗，覺得有風險，身邊嘅人都讀唔到落去，亦都假設係讀唔到書人先讀 VTC， 甚至覺得 High Dip 就係 Ivy。所以我之後分享我同朋友 DYJ、VTC 同埋 High Dip 功課同生活，俾大家感受下到底有幾簡單同輕鬆。講咗 DYJ 先，DYJ 係讀1年有8科，延伸數學係另加嘅。個時間表我揾唔翻啦，不過呢，我仲記得星期1就人際，星期3就通識數學中文，星期4有英文同 Java， 星期5就遊戲啦。返學時間都幾短，都係返到5月頭啫。之後就等考試，我中文科未考試已經合格，全班上堂都係同老師傾偈。呢個係第一課嘅目錄，基本上係教造字法同錯別字，同埋成語啦、詞性啦、病句啦、修辭手法。首先係造字法，有6種造字法：象形啦、指示啦、會意、形聲啦、轉借啦、假借。不過主要都係前4種。象形就係畫低事物個形狀變成字。指示就係用符號去表達意思，會意就係將2個字組合埋一齊，形聲就係將隻字加部首，之後就係錯別字同成語。淨係識咗依2張紙已經夠。之後就係啲小學嘢，名詞啦、動詞、形容詞嗰啲。之後就係副詞啦、介詞、擬聲詞嗰啲。之後句子類型，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主動句、被動句、否定句嗰啲。之後就係病句，基本上都係中學嘢，只可以話好簡單。最後係修辭手法，我諗都唔需要多講。之後我就唔詳細講啦，睇目錄已經夠晒。其實都係教啲基本嘢，簡單到完全唔使溫書添。想要合格，最重要係肯交功課。呢個就係我嘅功課，老師俾個主題我哋，之後整翻個 PPT 再 present。跟住就係英文科，其實都係教基本嘢 ，self introduction、grammar 同 tenses、essay、CV、email。CV 同埋 email 咧都係會考嘅，不過背板塞資料就得。最後係 presentation， 內容係介紹一間公司。我嗰時係揀咗 NPR， 不過都其實係簡單介紹啫，輕鬆合格。之後就係數學，我都係未考試已經合格咗。我嘅內容都係好基礎，基本上都係中3嘢，而且所有 quiz 都有摸卷。Assignment 係有2個禮拜做，就算唔識做都可以問人。Exam 係仲簡單過 midterm， 而且仲會提供埋公式。雖然都唔會唔識做噶啦，但係如果真係唔識做嘅話，都不妨去睇一睇公式表。接下嚟就講選修科 ，DYJ 3科選修科同 High Dip Year 1 3科接近一樣。首先講下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佢只不過係 Java Programming 嘅基礎版，教 Java 嘅 Output、Input、Data Types、Expressions、If-Else、Loop、Array。冇啦。DYJ 考試範圍就去到呢度，只要功課係自己做 ，Midterm 同 Exam 輕鬆滿分。之後就俾大家睇下我 DYJ 嘅功課。首先係功課要求，我哋要整一隻點餐 App。並要求一次交易最多點3個餐。落 order 時要顯示物品名稱，必須使用 scanner， 要做到例子咁樣。做功課做多之前，一定要完成咗個功課要求先，然後先再諗其他 feature。我當時已經諗住適應 High Dip，所以盡量用英文寫 report， 同埋將個 project scale 搞大啲。呢個係我最初嘅想法。跟住我會逐點介紹下 GUI 同埋拼 test 版。喺 dot test 度改 menu。中英語言主題 set config， 例如決定 app 用咩界面互動，語言係中定英，server資訊等 login
做帳號嗰時開始研究 library，例如連 database 同埋用 JSON、Fig 嘅交易系統。嗰時已經研究 regular expression、log 用嚟 debug。嗰時已經用埋 OO 去寫 present 嗰時係咁俾阿 Sir challenge，原本預計 pre 15分鐘，最後被問到上 lecture 咁 pre 咗70分鐘。不過望住兩個阿 Sir 互望傻笑點頭拍手，我又覺得幾有趣。而我喺 HiTip 就做咗 Pingdance 版 Pokemon， 有興趣可以喺 YouTube 度睇。之後係 3D Image and Animation Production， 佢只不過係 Game Assets Development 嘅中文版，教嘅嘢完全一樣，所以我就直接俾功課大家睇。先講 BattleJet， 我初學嗰時係用咗半個月做，最初係3人一齊做嘅，我只係負責整個引擎，但係負責依舊嘢嗰位組員退咗學，所以由我整埋，然後另一位組員向我求救，所以我整埋張凳，然後我將所有部件合埋一齊，但係我總係覺得怪怪地，於是我就望翻個參考，的確有唔少差距，於是我就大改埋中間，包括儀表板嗰啲細件，去到依度其實已經成部機都係我整，最後就係上 texture。身為理科生嘅我完全唔識配色，嗰時俾朋友話花哩花碌成日玩具咁，於是我就試下簡單少少，結果就係、所以我 HiTip 嗰把弓只係用咗1個禮拜做，除咗 3D model 之外，仲要交條 animation。我當時同組員做咗2個禮拜，唔講咁多啦，去片。睇完之後係咪覺得好一般？上 YouTube 就可以睇到我 HiTip 作品，一個人做用時5日。最後係 Cross-Platform Games Design Fundamentals， 今次有啲唔同。DYJ 係教 Terrain、2D 同埋 3D， 而 HiTip 係分開咗 3D 同 2D。不過 DYJ 教嘅嘢係接近 3D， 啲係教 Terrain 同埋 One Night Game。佢哋嘅 project 都係交 3D game。首先介紹下 Terrain。Terrain 係用嚟整地形嘅，用筆刷嘅方式簡單塑造地形。佢可以為地形塗上唔同嘅貼圖，甚至種花花草草。呢個就係我第一次做嘅 Terrain。嗰時冇乜經驗，所以係咁換主題。最後揀咗做個農場，整咗都好似2個禮拜。其實嗰時我有試過問老師心得，但係問完都冇乜用。最後都係要靠自己。真係唔好有一個想法係要老師教咗先至識。之後係我 HiTip 嘅 Terrain， 質量上明顯好過 DYJ， 但只不過用咗4日去做。之後係 2D game， 我 DYJ 做得太樣衰啦，所以唔打算放出嚟，直接 show HiTip 嘅 2D 啦。Squirrel Show 係我同2位組員通宵咗3日講出嚟嘅 2D Final Project。Squirrel Show 係一隻 2D 雙人合作嘅戰鬥解謎遊戲，遊戲關卡同內容係我哋自己設計。接下嚟我都唔多講啦，睇片啦。
Let's go。條片全長12分鐘，想睇晒嘅話可以去 YouTube 睇。最後就係 3D game，我當時冇 idea 做咩遊戲，所以加入咗人哋做幫手，做 debug 同寫 script。佢哋遇到咩問題都即時問我，係咁訓練我嘅 problem solving skills。不過我都其實幾享受被信任嘅感覺。之後就係 HYDEEP 嘅 3D game project Pocky World， 完整版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Pocky World 係我同一位組員做咗1個月嘅作品，玩法同 Pokemon 一樣。首先喺3隻寵物入面揀1隻作為開始，然後就可以挑戰野生寵物。可以揀打死對方的經驗值，升 level 變強，又可以揀捉咗佢，擴大自身陣容。打到冇血又可以去 center 回血。不過我哋都只係做咗頭10 level 內容，打完道館就爆機。以上就係 DYJ 對我 HYDEEP 功課嘅影響。HYDEEP 其實每份功課都有成個月時間準備，我哋將慳出嚟嘅時間參加比賽同活動，就好似個人理財大使計劃2023，佢係一個維持幾個月嘅比賽。我哋喺訓練營嗰日喺港島玩寶藏獵人，由鰂魚涌去到薄扶林。最印象深刻係我個組員帶我哋行咗130級樓梯，同埋為咗完成任務，我哋要同小朋友爭玩具，合力彈手小星星。而喺營地入面，我哋一齊做早操。搖搖頭啊，搖搖頭，揈下手。經過各種訓練之後，我哋整咗 game、website、ETV、吉祥物，然後就擺攤位同埋搞發佈會。到最後，我哋港專 CS 拎到銀獎，仲入咗2間中學 showcase。但係其實最重要係識到佢哋。之後嗰2屆都好榮幸被邀請做 mentor， 同埋繼續參加佢哋嘅活動。之後我仲有參加都會大學嘅新音樂及互動娛樂比賽，並成功拎到 first runner up。雖然我哋唔係 winner， 但係俾咗個機會我哋去參加 Cyberport 嘅 DELF。老實講，我哋玩得好開心，玩到連影相都唔記得。同埋我哋喺 Cyberport 度識咗好多人，亦都為唔少人帶嚟歡樂。所以我哋都好多謝呢個比賽。除咗比賽之外，我仲有參加 GJ。我哋要喺72個鐘之內完成一隻 game，然後同其他 Jammer 分享。我哋捱咗2個通先完成到，唔係為咗張 shirt， 而係一班人聚埋一齊討論遊戲，同互相欣賞，真係幾開心。所以我都繼續邀請朋友參加下一屆。講起實戰經驗，我梗係有參加 internship。係香港數碼娛樂協會嘅 GEPS， 當時係第4屆，我只不過係啱啱完成 Year 1嘅學生，但係我有好多作品喺面試度展示，所以好好彩被錄取咗。除咗 intern 之外，接過 freelance， 係為機構嘅活動寫個 website 同 game。個活動規模對我嚟講都幾大，所以我都用咗成個月時間去執靚。除咗做嘢之外，我亦都會做 student helper、迎新日、做前台、擺 booth、做 model， 仲有各種啦。除咗做 helper 之外，我亦都會參加學生組織，做防騙大使。我去過科大幫手，反詐騙聯盟教育啟動禮2024，係我第一次幫手呢啲大型活動。我哋亦都好好彩，有一班阿 Sir 同 Madam 請我哋食早餐，亦都有機會可以同大人物合照同 selfie。對我嚟講係一次不可多得嘅經驗。防騙大使嘅經歷仲未完㗎，我哋經過一連串嘅訓練同活動，做咗隻防騙 game，然後喺學校舉行防騙周。我哋遊戲目的係教識大家，當遇上可疑嘅着數，係應該問對方拎多啲資料，然後核對資料。因為真正嘅防騙係唔應該一律叫人拒絕，而係要學識判斷、思考、求證，學識點樣揾出漏洞，喺防騙嘅同時唔錯失機會。除咗喺校內，我亦都去過賽馬會體藝中學分享防騙知識，亦都入過其他中學搞防騙嘉年華。我哋仲會表演防騙小劇場。除咗學生組織之外，我仲成日拉埋班同學一齊參與學生中心嘅活動、AR 科技工作坊、漢服體驗、校長飯局，仲有好多好多剪紙啊、品茶啊、泥膠啊、晚宴等等。不過我揾唔返啲相，睇完我嘅校園生活之後，
係咪好疑惑我點樣兼顧學業？認為我係上堂好認真，課餘時間都好努力？首先俾你哋睇下其中一個 Sam 嘅時間表，每個 Sam 都係得5科，基本上都係返3至4日，每堂3個鐘。我平時都係踩單車返學，有時放學仲會兜一轉大埔。基本上我哋上堂都係瞓覺或者睇片同打機，亦都有同學係圍埋一齊傾偈，甚至玩 board game 同埋 Switch。有啲會講功課或者做自己嘢，堂上係根本冇人會聽書，甚至會約埋一齊唔返。而我同組員係玩 Steam game。至於課餘時間，我哋有時放學會去 BBQ、踩單車、打羽毛球、玩下鋼琴、打機、討論人哋嘅作品、討論砌機、研究硬件性能、研究人哋嘅功課、研究人哋嘅做法。總之就係隨心所欲，完全冇努力過。不過就算係咁，我哋嘅 GPA 大過3.7，因為我哋做功課好認真。以 3D model 為例，我係會放到最大，逐粒逐粒點咁 check，完全同 DSE 成績無關。我每次都想做到無限接近完美，所以成日同阿 Sir 嘈交。去到 FYP，佢話我只係知道流程，實際係唔識點做，又話我請槍，仲話我 present 到係因為背稿。我從來都唔喺佢面前做嘢，係因為學校電腦冇3個 mon，做嘢起嚟完全冇效率，所以我從來都唔喺學校度做嘢。我哋會喺 Discord 一齊直播住咁做。至於我朋友嘅 VTC， 佢嘅 VTC 生活都好超，佢係讀中3嘅資訊科技，成績叫做一般，但係唔影響佢入 High Dip。基本上只要畢業咗都可以升 High Dip，但係佢冇揀升 Ivy 嘅 High Dip， 而係跟我一樣讀 HKCT， 仲做埋防騙大使。佢平時唔會點樣影相，所以冇我咁多嘢展示。首先睇下時間表 ，VTC 真係成間中學咁，不過可以上堂用手機同電腦。佢哋有啲科計分係睇堂課，有啲係睇 assignment 或者 project， 甚至考試。不過佢都話教嘅嘢都好簡單，只要做齊堂課同交齊功課，未考都合格或者肯考都合格。所以佢嘅 VTC 生活上堂基本上都係玩同瞓覺，然後課餘時間約同我篤波，同我踩單車、打羽毛球、BBQ、打機、逛街、彈鋼琴，同有時抽時間學定 high dip 嘅嘢。佢同我一樣都係隨心所欲，我哋係完全冇自律性可言，學習都要講方法，唔係坐喺課室就叫學緊。有時老師都唔知講緊乜，所以我哋有時會圍埋一齊傾下頭先嗰堂教緊乜，而去玩就係我哋學習嘅動機。當時個比賽，我哋開 Sam 即時做晒所有功課，然後全程投入個比賽。學校嘅課堂喺我哋眼中只係提供方向同展現成果嘅地方。我哋會稱 present 為登台，每份 PPT 都好用心去做。不過可惜冇 S grade 啊。平時老師要兼顧全部同學，所以老師講嘅 OK 通常係講緊有 C 至 B grade， 完全達唔到我哋想要嘅標準。如果有同學問我點先有 A， 我都會好用心去教。所以我哋被稱為最勁嘅一屆。成績優異。以上就係我嘅故事。我 high dip 生活咁舒服，都係全靠提咗1年學定晒。我都只不過係搶先人哋1年就已經有咁嘅成績。再講我嘅成績同 DSE 完全無關。如果俾人哋多3年時間學定或者適應，唔知又可以達到咩程度呢？其實我反而唔明點解個個都考 DSE， 有啲人仲擔心緊有冇5科2，個個頂住咁大壓力去操卷，仲要去搏條題目係識答，然後一試定生死，倒不如輕鬆度過高中，將個戰場放喺自己擅長嘅領域，然後大殺四方。如果俾人哋多3年時間都失敗，憑咩認為可以贏到擁有同樣時間嘅人？